我想再同强调一下，聽講屋嘅買賣要1週年內完成登記，就唔會本人發現。請問按樣嘅辦理呢？好，一份係屋嘅買賣嘅流程圖同愛附帶嘅文件。請先，雙方要等一份買賣移轉契約書，正副本各一份，正本要貼權利價值1/1000嘅印花，各位再到附近嘅稅務局分局、稅務機關去申報房屋契稅同土地增值稅，辦稅了後，再到外頭也會辦理所有權買賣登記。了解咧，我下準備哪啲資料呢？辦理登記嘅時節，請帶填好嘅土地登記申請書，貼好印花嘅買賣移轉契約書、繳稅證明、身份證、印內、義務人應鑑證明、土地權狀，就做得辦理咧。我哋咧，按住寫哦。這份資料本帶轉去參考，也係我嘅名片，那係有無了解嘅素材，本人打電話來問。好，按住寫。